大家好，我係保育牧區 Gigi 區 Grand 組嘅 Christy。喺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屋企人就喺內地移居咗香港，留低咗我同細佬喺阿姨嘅屋企。咁我細個開始就要學習照顧自己，同埋睇住細佬。後來我哋都嚟咗香港，但因為爸爸媽媽工作好忙，所以無論喺讀書定係生活上嘅起居飲食，好多時候我都係靠自己做決定。有時為咗方便或者唔想爸爸媽媽其他人擔心，我都會講下大話，因為我唔想其他人攔咗我想做嘅嘢。一方面我好似好獨立，但另一方面其實我覺得好孤單。中學嘅時候，我喺一次學校嘅佈道會決志信主，嗰陣時候我仲未真實經歷到神，但我內心裏邊知道我好渴望可以經歷天父嗰份無條件嘅愛。喺我預科考試嘅時候，爸爸就患上癌症離開咗，我心裏邊好難過，覺得好無力、好脆弱，好想有安慰。但嗰個時間，我仍然都係靠自己，要扮堅強同埋成熟去面對。我冇將自己生命裏邊發生嘅事同人哋分享，繼續用謊言去掩飾去生活，直至到2016年，我媽媽開始身體唔舒服。嗰陣時候，我嘅恐懼好大，因為我已經冇咗爸爸，我會唔會冇埋媽媽呢？呢份擔心令到我好困擾、好無助，成日都偷偷地喊。嗰陣時候，我唯有不住嘅去祈禱，向神去承認我嘅軟弱、我無助同好迷茫。我真係好需要佢，因為我知道我實在冇辦法可以再用我以前嘅方法去面對我內心嘅恐懼同埋嗰陣時候嘅困難。天父唔單止透過經文安慰我，仲透過我身邊好好嘅基督徒同事、朋友支持同幫助我。嗰刻我知道天父好愛我，亦都好愛我嘅屋企人。佢明白我內心一直以嚟都被罪捆綁住嗰份嘅痛苦同掙扎。我就喺媽媽預備做手術之前開始同天父祈禱，真誠咁樣同佢認罪悔改，請佢做我生命嘅救主，成為我一生嘅依靠。感謝主，佢無條件嘅愛同埋赦罪嘅恩典，因為有耶穌為我嘅罪釘喺十字架，佢嘅寶血洗淨我嘅罪，我唔再被以前嘅謊言同經歷去捆綁。祈禱之後，我腦海裏邊同埋內心裏邊嗰啲咆哮嘅聲音就消失咗，我內心嗰份嘅恐懼同不安突然都平靜落嚟。我可以好誠實咁去面對自己裏邊嘅軟弱，將裏邊嘅擔心同需要同身邊嘅人去分擔，一齊祈禱，唔再好似我以前面對爸爸患病嘅時候咁孤單無力，而係有天父一步一步咁樣帶領住我，安慰我，亦都有好多好似天使嘅朋友同事幫助我，去一齊揾合適嘅醫生，安排手術之後嘅照顧。好感恩媽媽成功切除咗腫瘤，亦都係良性嘅。而家嘅我學習唔再喺以往嗰個孤單同埋謊言嘅裏邊，而係活喺神嘅恩典同埋教導，有天父做我嘅救主，令到我一生都覺得係最美好嘅。多謝大家，記得訂閱親密見證頻道，撳埋個鐘仔，同埋幫手分享點讚，等更多人認識神。